今次新嗰歌名咧叫童王，英文名就係 Kizuna， 咁係源自日文伴咁嘅意思嘅。咁意思就係指呢個人與人之間切唔斷嘅感情關係，咁無論係親情啊、友情啊，定係團隊之間呢種連結就係超越咗空間同時間嘅。咁歌詞入邊呢，會有各自目標想去衝，得我至懂。似個身體，各細胞輸與送，咁就好巧妙咁將我哋12個成員比喻為呢個命運共同體。歌曲裏邊都有幾句12種方式編了角色，12顆星體都各散於暗黑中，同埋12星座繁星照遍太空等等嘅排比歌詞，意思都係講我哋12個，即使未來前路可能會有分岔，甚至喺星海中幾經失重，只要12顆星體再度凝聚，就可以抵抗黑洞，跨越最闊嘅星海。咁配合翻今次《童王》呢一首歌，我哋個 MV 都特登用郊遊露營為主啦，大家聚埋一齊玩，一齊準備營火會 party，拍得幾開心嘅，都提醒咗大家要珍惜當下啦。回望翻我哋過去發生嘅所有事情，有高有低，咁未來嘅事都冇人可以知道會點，咁所以都好感激有過呢一段大家一齊共同成長、共同經歷嘅回憶。呢8年來最值得回憶嘅一個 moment 就係我哋 MIRROR 第一次舊正嘅 concert 啦。最有記憶嘅就係我哋12個一齊上嗰架飛船度，由舞台飛去成個場館嘅中間，跟住去見到最遠嘅 fans，嗰個時候嘅感動都係仲記得嘅。有一件事我覺得係幾搞笑嘅。啱啱出道嘅時候，有機會做好多 annual dinner。咁有一次，無論係安排上啦、行程上啦，同現場氣氛啦，都係有一種控制唔到嘅感覺，有一種混亂。嗰陣時喺台面真係完全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呢8年嚟同其他隊友最有回憶嘅 moment，我相信都係每一次喺我哋上嚟演唱會喺升降台度臨出去升上台嗰一刻，大家都會搭一搭膊頭，互相擊掌，鼓勵大家做一個 good show 俾觀眾睇嘅 moment， 就係最有回憶嘅 moment。每次做 show 或者做演唱會之前，準備上場表演啦。咁喺台底，我哋都會圍一個圓圈去講聲 good show，就真係披甲上陣，大家一齊去出去殺敵啦。咁嗰個 moment 係有份莫名嘅感動。出到第一日喺個商場度簽唱會嗰張相，即係大家跳嗰隻舞，最尾嗰個 pose，咁我覺得係好，對我哋嚟講係好經典嘅。大家都好有熱誠啦，好投入啦，跟住眨下眼，原來就已經係8年前嘅事。我自己覺得好神奇。MIRROR 一齊去梅窩嗰個時候咯，係咯，咁嗰個時候即係大家都處於一個可能比較對呢個團體比較迷茫嘅一個階段。咁但係經過嗰次嘅 trip 之後，我諗跟住就緊接我哋 MIRROR 嘅演唱會。因為嗰場 trip 我哋嗰個之後演唱會都好唔同嘅，成個表現係咯，一心想做好一件事咯，係。因為嗰個時候我都記得 MIRROR 係有好多大家嘅唔開心嘅嘢，都因為嗰場 trip 而化解咗。我自己覺得 MIRROR Time 我哋12個一齊去澳洲嘅一個回憶咯，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好少機會啦，可以一齊去到旅行。記得喺 MIRROR Time 嘅澳洲之旅嘅時候，其實大家除咗玩咗好多遊戲，大家喺度玩樂，大家都有好多可以傾下心事。我自己覺得呢啲分享嘅時間係MIRROR 最珍貴。我覺得係上一次嘅團中去塔斯馬尼亞嘅時候，有一晚我哋做完嘢之後，經過翻去營地嘅時候，望上去個天上邊見到好靚嘅銀河，然後大家都攞個電話出去影，我覺得嗰個回憶好深刻。大家都未去過嘅地方，一齊去創造一啲回憶。我覺得最深刻印象就係我哋去澳洲度拍 MIRROR 嘅綜藝節目，嗰一集咧就講我哋要上個熱氣球度咯。我覺得望到世界咁大，個風景咁靚咧，跟住之後同大家一齊去睇咧，我覺得係一件幾深刻印象嘅畫面咯。